讲话啊！我紧张啊，紧张啥？紧张讲，虽然讲等下你要访，也有紧张的一天哦。毋是啦，虽然想讲要访的是咱的同事，但是因为我甲伊就是无啥咧讲话啊，我惊讲你知影无熟啊，咱讲的话就是无法度像咱平时安尼。啊，到时阵若无话通讲，哇，好笑，咱这个节目就打起咯。袂啦，安怎你该做熟平常了？时啊，来宾嘛无熟啊。我是安尼讲无毋对，但是因为你知影，迄无熟的人较客气啊，咱就安尼客气咧。你好啊，哦，真诶啊，哇，嘿，就这样所以客气来同事会较三八的。我是毋知，你这但是意思是讲，等下迄个是三八，我是等下来宾你有听到无？所以咧，我是惊伊较袂讲话，因为毕竟就是你看做文字工作者的有无？有的人无一定遐甲讲，人嘛爱出工采访啊，对无？对哈，爱就好讲诶，记者的喙，好蕊蕊。你死啊你！你死啊你！等下没有人继续听落去，哈毋通，这个做就是白边，袂当去讲啊，加讲安尼就来加讨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大一大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白边，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还佫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咱来欢迎今仔日个讲有出名的人。你来讲，有上电视呢？毋是啊，有上电视，但是就这是一个要安怎讲？因为记者一般大家就是拢看过伊的面，讲这人都熟悉，但是伊无一定会去记伊的名。哦，除非你讲有出代志的时候，有发生啥物？咱欢迎今仔日咱的同事，欢迎，感谢感谢。你要甲你自我介绍一下吧，先我甲你唱一个名。安尼我哈，你甲我唱一个名，我请看卖。咱来欢迎就是咱隔壁节目，隔壁阿做的，隔壁做的坐伫阮隔壁的青春咱的梦的记者吴天武。感谢感谢，欢迎，我算较无出名的记者啦。吴天武啊！安尼有，安尼会使你是要爱这种好歌？会使好像没有阮自从顶改安尼啊，会过了，即摆大家拢要爱这个名。我嘛毋知变做遮好。有着青春的口味，有着青春的咖啡哦。对，有青春有青唱一春。条歌，没啦。我咱想着青青春的歌春俩咧，要唱，青春你迄条歌要唱，紧诶。一个倒数365天，一工多，时间的错工。青春的我感觉会当给，我要笑啊！你讲这就是。迄原唱迄个乐团，恁若听着吼，连讲换恁来现场唱唱。是的，是的。好，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你讲家己较无名，啊无你家己先介绍你的名，互大家听。好，来，我是吴定武吼，还有五就是五六天的五，嘿定家定的定，宇宙的宇，吴定武。我是青春咱的班的文字记者，文字记者吼。嘿对，记者有分嘛，分文字甲无，我名。你讲，这观众毋是听众。听众可能毋知，对，因为有的人就是较无插咱这媒体界即个所在，所以咱直接进入咱的主题，用主题来甲你问。好，想要请问你本身是倒位人？我是台南人，阮兜住伫我安南区大汉的，毋过阮阿公是将军。哦，将军我，都想讲，因阿公是一个将军，毋是啦，将军乡，将军乡的人。嘿，毋是你阿公做将军的。毋是。对啊，我是住安南区，安南区就是台江国家公园嘛。台江国家公园，遐做个渔温啊，迄个所在。会使坐船迄个所在。对，巧啦。佫会去一个沙坡，嘿来面顶安尼。对，我去过啦。坐船啊遐啦。对，坐船啊迄面顶佫有导览，伊会甲你介绍讲，这边啊是倒位，边啊是倒位，啊，啥物沙洲啥物。重点是面顶船公司伊会当有台语的导览。我恁讲有你拍广告呢？我恁讲你拍广告，听众朋友，迄毋是我咧拍广告吼，迄是我真正去参加，感觉做心实啊！你会当去拍的，就是迄个台江国家公园，啊，你后壁拍一个台语导览，有一寡人有写迄，就是文章，你会当去看看是倒一间公司，加甲迄阿姨支持者，阿姨做趣味的，阿姨台语消好的啦。对，迄阿姨台语种做好，可以当食蚵仔哦。对，坐船我讲坐船了后，伊会当买回食蚵仔，一行，食点饱呢。
但是我恁讲恁爱注意哦，若是休困的时阵去吼，这即摆是一个观光的节目，开始咧介绍台南的景点。对，啊，迄个所在是迄个船坐了后，就是伊有迄船公司，但是有的人会逼船班会逼去。变做讲人伤济哦，现场的倒啊对啊，伊就是前一帮出去，伊若袂食了，一个人1点钟嘛。啊，后一抓来啊，后一抓个倒来，你还徛伫边仔看因就1点钟。我捌拄过一件代志，就是船拄啊好驶到一半歹去。啥物？真诶，阿姨佮问我讲，安尼恁敢有要看到啦？我讲啊，要倒来食蚵仔，歹势吼，是咧是咧。啊，恁当地个会去做即种代志？平常时啊，着爱食蚵仔，着去食。哦，啊，船歹去，毋是使另外一只去甲接。啊，已经1点钟，咱时间无去啊。你等伊就是1点钟，就是载伊出去。啊，你去岛面顶走一轮，啊，伊伫岛面顶。拄安尼踅1点钟安尼。伊伫岛练。伊就是伫面顶，就是你会当踅一轮，啊，伊嘛甲你介绍讲面顶啥物树啊，啥物啊，都会当看。啊，搁转来驶转来1点钟。伊迄阵搁会放快乐的出航，互你听。对。啊，因为你出去1点钟，就是拄好前一班的人落去坐1点钟，就坐咧食1点钟。哦。伊袂甲你赶啦，啊，毋过伊嘛知影你袂食伤久啦。对啊，因为蚵仔做烧，我来讲，真正是无同。蚵仔面线，蚵仔煎一堆蚵仔，你家己爱点。对，啊，搁有烘的个，但是我来讲现场真正烧落来啦，听到爱去炸电风哈，无冷气，啊，搁炸天气袂，光迄个小寒啊，你个晒太风啊，晒风啊。但是小寒食烧的蚵仔是袂歹啊，但是你烧落来时阵，你搁烘蚵仔时阵，你会心崩灰倒，你会心崩灰倒。你讲奇怪，这蚵仔来愈食愈咸，因为你是食的是你的肝。咱这无开开始到进一个5分钟，结果拢无讲到青春安尼吧？开始讲蚵仔。好，台南人，啊，想要请问讲，你当初是安怎想要做记者？我做记者其实是我会记得我细汉时阵，我有讲我要做记者，毋过我做毋知影。你细汉就讲过你要做记者，哦，所以你敢有读册？无啦。无咧，多跑无，我是问讲你读册，我意思是你读册敢有就是为着你想要做记者来去读即个科系？请问你大学啥物科系？我读中文，中文系。对，硕士是读台文。我听讲真济记者拢是中文系，有无？某一个中文系迄个人吼，你有即摆有咧听节目，我知啦，我咧讲你啊。听讲真济就是中文系人拢去做记者，因为恁对文字可能是较有关系敏感啦，对迄个字安尼。这嘛是一个原因啦，啊，另外一个就是你中文系起来，其实你会当做的甲相关的头路是有限啦。是哦，我感觉是较有限啦。我就是讲中文系出来的路，就是只要是中文的，拢会使做。当然嘛是啊，啊对啊，啊伊若要做新闻的，还是要做媒体的，其实这嘛是一条出路。大部分的人会选择这，因为当成文理写字安尼。对啊，啊，因为中文系哪像无啥物翻译会当做着。你若有其他的第二专长就会使。其他的，像我即摆去乌克兰采访，伊就要讲英语、乌克兰语、罗西亚语甲中文。哦，我知，迄个查甫囡仔嘛吼。嘿，迄个查甫的嘛是，啊嘛是有迄个乌克兰遐的人，伊嘛是会晓中文甲英文。哦。所以其实你若晓各种语言，你拢会使迄种。其实我今年出去日本佚佗的时阵啊，我带迄就是甲一年学生带做伙，我带迄。咪，我听有啊，民俗，就是袂使讲互人听有，你知无？我拄迄种民俗，甲一年学生带做伙啊。我你讲内底越南的学生，真正我超配合因的。越南哦，因为因想要来日本读册，所以因日语超好。重点是因中文嘛足好诶，啊因越南有因越南的官方语言嘛，伊英语嘛足好诶。哦哟，遐厉害！而且因为为着要做生意。伊要趁迄广东人的钱，伊个会晓讲广东话。哦哟，啊，其他个有迄，就是因为去读迄其他，个有啥物德语的啥物，因现场每一个人，因为我迄工就实在死的，因死的徛出来一个人拢超过5种语言。哈，遐厉害哦！人呢？啊，伊而且因都平的拢骑铁马呢，日本骑铁马骑1点钟去上班呢。因讲无爱坐电车，那厉害！啊，我迄工就甲因讲好啦，无我一个人互恁钱好。为何？因为我无法度互因啥物啊，我就请因食物件，配合因。然后交一个朋友啊，因为我去，伊拢会先让我，因为我是观光客嘛，伊拢会先让我洗身躯啊，是讲甲我讲，食爱注意啥物，注意啥物。是哦啊，我真趣味，真趣味，甲学生带做伙，真正是加入咧当地生活呢，足趣味的。而且阮困迄是顶下铺的迄种，小赞的。你家己一个人去？我甲阮2个朋友啦，而且阮朋友强要笑去，因为因2个就是本身是较富贵的迄种诶，所以因带袂过。所以因无法度，因为我这是善食，我拢讲善食算较袂善，啊，所以我就是拢去迄种较俗的，带较俗的，食较俗的，但是因拢
一下讲困这无好困，无够冷，一下爱爬楼梯，一下爱创啥，因讲要起笑，所以听众朋友你要出去旅游进前吼，爱去确认一下，甲你出去迄个伴是富贵的还是省钱，会当接受无？好，咱继续转来咱这主题。其实无啊，其实我感觉即个阮采访足成的啊，因为我去采访嘛无法度选择讲我要去啥物所在做采访，对啊，我若必须爱坐准，真正是记者呢，当求转来这个主题咧，好继续。所以呐。较偏僻的所在，爱搬山过岭的所在，我嘛是爱去啊。啊，大的所在嘛无得较好，有诶就爱住帐篷，有诶嘛爱住民宿。哎呀，对啦，敬业啦呢。对啦，但是我是无可能去做记者。我暂时是无法度拍真嘛，无介意就是伫别人面头前，互人看到我的面啊。你会当安尼啊？你会当像我拢比伫车顶悬啊？安尼哇，好棒好棒，好加油安尼！你较确定？你确定呢？好啊，你讲你大学是中文系，硕士是台文系，啊，你感觉讲就是读台文系，到就是较有帮衬。其实我一开始无想要做，无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无机会做记者，因为我迄阵读台文系嘛是要研究台语，是后来因为我记得老师的关系，后来我有意识到台语这个语言其实叫要消失去咯。对，而且佫有爱推广台语文书下，对，又甲咱说，什么意思？这部就是爱讲就是原台的志向。我要志向台语，复兴台语。伊就是听众朋友其实是叫老师逼的啦，所以伊本来无想要做。那我老师听了就节目我嘛，你也确定你老师你听？我老师嘛是不了有名的。哦，真的哦，倒一位来甲伊抢出来。这我都免讲啊，你也使甲抢出来，我甲伊毙掉啊。后来因为读台文系了后，我就开始想讲我还无做语言研究，就开始对台语较有熟悉。后来有机会就入去公司，公司又毋是台语台，公司伫遐做节目的执行，像迄执行还是客户安尼帮因斗出一个题目。是气味是气味，气味对。阮是爱讲气味的气味，哈，就是气味安尼，阮就开始找一寡题材，较开始豆对记者这个工作有小可熟悉。对，啊，你拄则有讲哦，记者有分做啥物？文字记者。甲点样记者，本来就是你爱写稿嘛，你爱找题材，找题材写稿采访了，倒来甲写脚本，啊，甲做一寡联络的代志。啊，那点样就是用画面来讲故事，所以你若想要翕啥，你甲你的点样讲啊，你若沟通无问题了后，伊就会帮你翕好看的画面，会当讲故事。啊，拄过迄就是甲伊点影，就是这我就，这我就是要听即种，我就是想要听即种较精彩的部分，迄就是安尼，出去之前呢，不会了，我。一直走来，无啦，我感觉这个就是咱做代志就安尼嘛，像恁黑白嘛是共款啊。其实阮两个就是面脸表面安尼对啊，阮其实等于讲拄是创啥，就是录音是创啥，歹势啦，哦，啊，该改进啦。对啊，我嘛是安尼一直讲歹势啦，安尼回心的迄种人。你莫掠假哦，因讲你掠回心的，哪像我你欺负我？还讲别人话你讲哦，平常时拢是你搞咩吼？毋过我感觉这就是一个默契啦，就是讲你要甲伊讲好啊，有诶代志嘛是拢新创诶啊，像比如讲阮今年有去澎湖，我去澎湖诶南方速道，南方速道做偏僻诶，阮那天嘛就甲我共款摕大项细项物件，坐飞轮机，佮坐船，一直安尼搬船搬车，搬摇摇，就是要去到迄个所在来做一个采访啊，感动人心啊！啊，迄个客人嘛是共款，所以我感觉有诶代志就是拢爱先沟通好啊，你爱先甲伊讲后要翕啥，啊伊若感觉讲这画面会使，这画面袂使。就是大家拢是为着工课啦。伊听众朋友啊，就是听到这，其实会当甲恁讲啦，就是人生就是有缘分才会斗阵啊。啊，今日若真正是沟通袂去，啊是创啥，甲恁主管讲一下，换人一下，好不好？较侪人就。咱以向提倡，我来讲，阮节目以向人讲，迄做袂落去的工课就莫做，迄个读袂过的册就莫读。想要读册就读册，还有家己想艰苦啦。对，我嘛是感觉莫互家己想艰苦。人生在世上要紧的是你家己哈，莫会过就好啊，好无？会过就好啊，先顾家己。唔通尼委屈。对对对。恁主管刚才这个代志，我主管来你听。中文系毋是咧讲你啦，人甲你坐落来。过来要问讲，就是有讲到你即马是记者啊，你嘛有得到就是第46届即个詹书碧真虚白新闻奖，是书啊是啥物咧？拼音你个念一遍。詹书碧，听下明迄拼音有问题是白边哈。詹书碧，
我嘛无啥确定是毋是安尼念啦。对，就是要问讲这个得奖的心得，是毋是爱回去咧？咱有一个迄工评语有一个念毋对诶，后壁，无爱啦，中就甲回去咧。然后面阮就是一个就是念字有问题啦，谁知盘中飧吼，是随地盘中飧呐，喝完盘，所以拄则即个真虚白是詹虎笔，是你拄仔念啥？输哟，我今日听到恁试登去搁听一遍。就继续啊，这得到这奖的心得是安怎？我嘛毋知什么。就无说是去得到的啦。我当时啥做记者无偌久就得奖。嘛袂知你讲。安尼想摇摆无应该放啦，差不多时间。哎呦，安尼，其实我感觉得奖对记者来讲是一个肯定，因为反正做一道嘛，毋知影做一道当创啥，家己欢欢喜喜有饭通食，迄就100分啦，对无？啊那做一个有得奖，就是互你一个鼓励，比如讲，就像讲做即件代志，毋是无目的的。对，就是一个人介意啊，嘛会当互一寡人希望，因为你做放送，就是希望较侪人会当认同你做的代志，你采访的团体嘛。对，所以讲若得这种，其实不管有得奖还无得奖，其实拢是一个好的代志。啊，若有得奖，就是人外口的人互你肯定，讲哦，做这个代志好啦，安尼阮就有动力继续做了。但是因为阮较无了解讲这个奖代表什么意义，对恁来讲就是做新闻。像迄做金钟奖、金马奖迄种感觉啊。所以这是一个梦想，一个标的安尼。对啊，因为这张虎皮新闻奖，伊其实是一个国内算不哩啊大奖的新闻奖，国内有做侪大，国内有做侪新闻奖，啊，其中一个是张虎皮，啊，当然上好的是卓越新闻奖，嘿，我真正好。小看歹反应，迄是一个较大用的新闻奖。啊，其实新闻奖有做侪啊，像讲普利，歹势。这位朋友拄则这个记者甲阮讲，伊坐咧拢袂黑白叮当，但是我看伊到即摆伊迄离迄麦克，毋知是愈来愈远，但是创啥？我本来想讲偷偷去甲调节好，但是我决定我要伫节目面顶甲伊谴责。直接甲你讲出来，我紧张啊，我小紧张啊。毋是，我感觉是愈讲愈欢喜，开始伫遐摇咧，摇，有伤。对，应该放一寡较摇咧画面是吧？凉诶，爱较定呢。所以其实我知影你讲即个张虎笔进前嘛是有人问讲阮黑白边要参加无？因为伊其实即摆新创系列有迄 podcast 的奖，但是阮较歹势，阮就是一个教育的频道拢伫开讲，阮若是得奖，我是惊讲阮会去用定啦，所以阮拢无报。其实嘛，我觉还好呢，嘛是种肯定啊，大家安尼硬死听。免啦，无要紧啦，阮阿宽妹迄当阵已经过去啊，阮迄当阵已经得到一个高峰咯。好，所以就是讲得到了，对你是一个肯定啊。你感觉讲就是对你后壁做物件，譬如讲就是那煮鸡血安尼，穿起来安尼。煮鸡血是安尼啊？煮鸡血规人，变去安尼。食什么提？你个冷静了无？你个冷静了。两边阮今日即个来宾伊的笑点有较低一点。我等于就是这种人啊，拜托诶，开始出来。无，我的意思是讲，变讲你若要，就是你要去突破嘛，爱想看卖你要安怎做还好。啊，有时阵阮做这题目，我想讲哈，这我一般人拢袂看，这我拢袂看，其他人敢会看，所以你就会开始去评估，要安怎去吸引愈侪人的民众。比如讲，阮是青春，咱的网络主要就是青春嘛，就是你爱找少年人介意的题材。哎呀，你是咧采访阮啊，阮两个18、19岁，你长青春。你笑啊大声，啥物意思？差不多10档寄入银行吧。你搞点去，这今日通告费搞扣掉，加掉，这都加掉。好啊，所以是毋是有一个差不多，那就是一个5包安尼，就讲阮是得奖的人呢，阮袂使凊彩黑白做呢，这专题无够好，无够高级，嘛袂啊，因为我感觉所有平凡的故事，都会当找出伊感动的人的点。所以，我讲这有说，好难哦。我无说。好，无要紧，你平凡的节目拢有迄得到奖的原因。对，安尼你得当先话讲。平凡的题材找到无平凡的点，青春的题材找到无青春的点。好来，你想要问讲恁青春咱来问是一个啥物款的节目？你才该切入面呢？这拢准备好的吼。像阮采访的题材做侪啊，像讲剧团啊、地方创新啊、体育啊，还是讲一堆像我即摆去学起来一种外国的一寡新闻的较时事的题材，是咩？时事对，时事较时事的题材。嘿，啊，佮有一个我想看卖佮有做啥啊，佮有较老大人的乐龄的迄种题材。我嘛会定来看运动的，头先讲过嘛，医疗，其实各方各面就是甲少年人有关系的拢有。
有人甲咱比呢，安怎？对啊，有人甲扒。你敢毋知影一个笑话？就是路顶看到一只狗，伊有一个饮料，甲比。对。袂歹哦，恁拢食饭。这真正是好，想要问讲，就是像恁青春是遮尔多怪，你要安怎决定讲你要做什么款的专题，还是讲就是想要做的专题，但是找无所在的经验？嘛有啊，像讲，比如讲我有人会介绍我啦，比如讲我有时阵会拄着一寡勘站无都过，阮来问我嘛，你敢有较趣味的题材？假设我倒不是拢伫我 FB 里问大家讲，我有看过，是啊。毋过我感觉有诶，就是人就会较好介绍我几个题材，像讲我有翕过我送员，外送诶，嘿，还佫有翕过地下爱豆，迄嘛是人介绍互我。你较冷静好不好？我这会甲加入哦，我拢会。等下面阮这个来宾笑甲拔拔倒啊！那今天叫你坐好，你毋坐好啊？好几位安尼。笑甲拔倒，无人伫遮笑甲拔倒过。歹势，我较冷静诶。来就是阮家己就会看一寡题材嘛，因为你 FB 啊是咧 IG 会当看着最近流行啥，阮就会想看嘛，还是大家较兴啥，较介意去倒位去讨。其实这我嘛会找看嘛，遐当地到一寡少年咧做一寡趣味诶代志，甲你合作伙。哦，为什么拢有一寡奇怪声音？因为你咧录音啊，你有听到迄个，迄个就是你的声音，无你当作是啥？你当作是啥？我想讲是楼顶，无楼顶敢有人啊？哦，歹势。然后问你，若是最近即几日听到讲北边的声内底有一个奇怪 echo， 我来讲就是，阮个北边伫另外一个空间啊。毋是北边，若是后边。我想讲，你那拢无反应。到底我做什么代志？你两个伫无共的空间啊，所以我。恁甲我伫无共的空间，好对，过来，好过来要问讲，就是你头拄仔林武有讲着去乌克兰嘛，所以就是出国采访。那你出国进前有做啥物准备？出国进前就是爱联络讲，比如讲阮要访问啥嘛，像讲访问一寡单位，到一寡趣味的台湾人伫遐做代志，所以趣味的台湾人。趣味啊，应该是讲到一寡台湾人伫遐做一寡趣味的代志，对。主要因为阮即摆想讲啊，因为战争差不多当半嘛，啊无伫遐，因为做者资源拢已经无去啊嘛，对，较无人去关注。啊，毋过应该有一寡台湾人伫遐做代志吧，我迄阵是安尼想，所以我就开始找一寡 NGO 协会开始遐找。对啊，嘛真正有找台湾人伫遐，因为阮不止去乌克兰，阮佫有去罗马尼亚，佫有波兰。啊，其实即阵就是佫有访问一寡甲台湾较好的机构，就是大家拢会做好机构，啊，台湾人是关钱，啊，拢家己关去倒位嘛。对啊，用伫倒位？对啊。就有一寡当地 NGO 会甲台湾合作，因为台湾无遐外交的关系啊，嘿啊，拢总是透过民间的援助过迄边的，所以就是经过遮啊，就来访问啊。迄阵嘛是准备到差不多半档，而且做这线就是访问到一半，就是拢无去，迄人向消息去。我。咱听起来恐怖，无啦，后来都有联络着啦，对啊，无因为可能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啦，所以就是讲有当时就是联络无好联络，譬如讲什么因之前他像是有一段时间迄网络有问题对无？网络问题就是无法度通信，啊因就是敢若会当靠迄种就是纸本的还是啥物。若是你纸本的，你今日拄好有迄啥物邮局去用炸掉迄种。无法度。哦，你做了解，你有去过吼？无啦，无去啦，我无出国啦。但是我有就是去看遮个物件，收看遮个资讯啊。我有看前阵咱个网的迄个报道。啊，谢谢啊！我在就进去甲配啊，你等下挂一寡字互我。我问到才食物件，刚小服务时间。对啊，你要出国进前，恁厝内人，北边拄则有问讲恁厝内人反应啥款？因为你要去一个正经的所在啊，是咪厝里的人会紧张？你雄出国都无甲厝内人讲。哦，我要去澳洲啦，要澳洲采访啊。毋敢讲是要去正经区安尼啦。差不多一两礼拜讲，我要乌克兰，我要乌克兰安尼。哈，哦，迄做危险，不，啊，我想讲，哦，啊，无要紧啊，就是已经决定啊。我讲啊，就是工课啊，系啊，而且还就人拢战争遐久啊，而且你看新闻，其实应该无遐危险嘛，咱就去看。哦，因为想讲有的人就是会惊讲，就是因为毕竟嘛，工课甲家庭有的人想讲。重点爱放伫家庭，而且我有一个囡仔才细汉，对啊，伊讲出来伊有一个囡仔，我本来毋敢讲，原来这是会使讲的吼。然后因为已经是有一个迄叫啥物囡仔，我拄则本来我袂记得要讲，
你啥表情啦？伊就是有一个囡仔的妈妈，我就是地方妈妈，谢谢。而且恁囡仔个不离啊细汉哦，3岁尔。啊，你安尼出去几工？我23工，23工无可能。阮老母，我可能会当下袂记得阮老母是啥。对啊，无伊个妈妈，无我较烦恼的是，比如讲我若去遐，因为我有去采访蒙啊，讲蒙，当下人带啥物无穿起物件，甲囡仔惊着安尼。就那减一支脚，一支手，安尼我毋知变哪。我惊在甲我讲。妈妈，迄奇怪，迄阿姐讲的话恁听无？因那变蜡笔小新啊。后来证明就是无即个代志出。安尼好，安尼输得好，无输得好。啊，你伫乌克兰敢有拄着会晓讲台语的人？我伫也是本来就找好啊，伫台湾找好会晓讲台语的人才出去安尼。我本来嘛有找，毋过其实少年人较袂晓讲。但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讲，因为我伫罗马尼亚迄阵拄着一寡问题，比如讲遐要找包车足困难。其实遐有一寡台商拢会甲阮斗相共。其实有一个姓寇的大哥，伊是敢若咱台吉他主持人的同学啦。对啊，拄啊好，因是同学，伊台语讲做好，伊一看我开始都讲台语，我想讲哇，有够凊彩的赞呐！系啊，你拄着迄个亲讲较紧的，我都讲有够凊彩，较正经的。其实我感觉你若出国去采访的做工课，遐个台商拢是你的好朋友。你若真正出问题，拢会甲你斗相共。讲真诶啊，人亲土亲啊，咱若是来自，咱若是来自共一片土地的时阵，这时阵感觉讲咱血缘哪像安尼。干斗阵安尼，他乡嘿，他乡，你个要我俩我白念，你个要回去的啊是哦？你拄则讲回去的，拄则迄潘中顺你讲回去的，是咧潘中顺，咱叫纠正咧，你知影？阮咧听网友在写批讲，伯伯，恁拄则迄句是念啥物啊？啥物念着？啊，像顶届个有人留话讲。啊，即两个少年妹仔伫倒位念着，我咧讲，这拢会去互掠着。安尼应该拨钱互因较着。袂使啦，阮免个调奖啊，阮若个调奖，阮惊讲，阮可能是讲甲我们规个节目15分钟拢伫回事咧。阮会烦恼，你知影？所以你就是拄着迄台上会晓讲台语。啊，像讲因为阮即摆就是有去，其实我受访者因拢听有，毋过因讲了较无顺。啊，你知影有时阵采访你也拄着较无顺，其实你歹处理嘛。对。所以阮拢尽量互因讲用因会当讲话较自然。对，就像听众朋友甲恁讲，有诶来宾来上阮诶节目，伊可能你讲一寡台语诶时阵有一寡错音，还是讲一寡较袂认真诶所在。其实为着阮节目会当搁继续落去，阮袂就是现场甲伊点去甲伊纠正，因为其实阮进前有试过讲，就是讲等者你即字是啥物，啊，结果尾仔伊就惊着，伊就惊着，啊，无就是等下想讲啊。我两个只迄个我感觉讲毋着啊。对，伊会卡，毋知会讲啥，对，伊会卡掉咧。你啊闪东闪西啊。对，所以阮尾仔就想讲，无要紧诶，生活安尼落去。啊，若是讲阮后一集有迄小编听你讲，也是阮会记得，阮就是甲大家讲，即个音正确音是啥物。毋较趣味就是因为我即摆是乌克兰迄个受访者，迄个查甫叫王南英，啊，伊其实阿英啊。对，伊毋是讲迄个台语，因兜毋是讲台语的，对，伊拢是甲因阿公阿妈学国语的，所以学华语的，所以伊应该我想可能有客家背景安尼。伊甲我讲，伊想要伫遐开始做一个课程，像讲教人安怎笑，爱拼才会赢。对，趣味哦。啊，佮有推销一寡台湾文化，像讲布袋戏、歌戏。我感觉讲像伊安尼，伊嘛知影其实台语会当是代表台湾的语言的一种嘛，安尼去做文化交流。对，伊有时阵佮伊甲我问讲，即地讲是安怎念，所以安尼袂歹呢。其实无啥会晓讲的少年人，伊有这个心处理做即个代志，我感觉嘛是会当，而且甚至是传互其他国家的人，我感觉安尼嘛是袂歹。少年人青春。对。咱会帮爱去甲咱台湾家己来，咱甲咱跟台语来 Podcast 推销出去全国，这嘛是咱会帮，不是全国，全世界讲哦。之前有一个歌手啊，甲邱凤姊也做回来明阳大哥，因为伊嘛是有办迄东南亚唱歌比赛，对，大家拢伫唱伊的歌。我咧讲，愈东南亚也是讲其他国家，大家拢唱得最厉害。台语歌呢，因对台语歌唱起来，迄个开口，我咧讲袂输咱台湾人哦。过来是咱的工商服务时间，所以咱是上重要的工商服务时间。听众朋友啊，咱拄则已经工商过啊吼，迄咱的节目就结束咯。安尼啊，袂讲当时放因为你食的物件袂放出来。有啦，听众朋友阮叫一个，你听着无？你现场已经就是声带已经传出来。你敢含了哦，搞安好笑。哎呦，我做旁听的呢，妈呢，多谢。对，咱刷来工商服务时间来介绍一下，你即个新专题主要内底是做啥物？阮咧做的是阮去乌克兰去乌克兰、波兰、甲罗马尼亚采访的3个国家嘛。阮有做一寡就是人伫遐台湾人伫遐做人道救援的代志。
对啊，因为即马战争已经淡薄，大家拢会想要知影讲即马乌克兰底是啥物款的状况。有人会讲啊，恁去遐敢会足紧张啊，敢有炮弹遐弹来弹去啊？我甲伊讲，我讲伤济嘛无路用，恁来看阮的节目。家己去看，你佫想要讲即句啊对无？我知影你逐个要等足久的拢讲家己去看，对。我有4集啊，毋过我感觉讲做啥来讲台湾袂战争，我甲讲先莫看台湾敢会烧战，无你。记者爱先做好准备，爱知影安怎准备，因为迄毋是爱决定的。而且歹势，互我工商服务者，就是即礼拜日11月26号，啊，阮伫高雄的山芋书店三牛册店，三牛册店的下晡2点半到4点半，阮有做一个讲座。啊，做一个讲座，阮有邀请就是阮伫乌克兰的受访者王南英，啊，佮有就是阮即摆甲阮合作嘛。阿英人在台湾啊？对，伊即礼拜倒来台湾，倒来2礼拜时间，说者。你要讲我甲人做熟的啊？袂使啊，袂使啊。上班叫人王大哥。听众朋友迄，若是有叫阿英的，咱甲伊到拍招呼者，我你甲恁叫阿英啊。你看会足欢喜哦。对，啊来佮有阮乌克兰台湾队召集人。调集人，调集人，伊叫欧利亚，嘿，伊嘛会甲阮做伙。啊，林欧利亚因即摆甲因翁婿伫迄个高雄的盐埕有开一个乌克兰餐厅，但有兴趣嘛会当去看嘛。乌克兰料理哦，听众朋友搁要甲啊，歹势，我插一下话，我感觉乌克兰吼，若战争了后，大家会当去观光，会当去看嘛，因为乌克兰其实甲台湾做相像，食的物件比起欧洲的其他国家，我感觉台湾人还会当接受。我知影乌克兰的查某囡仔都水的，网友拢想要带一个乌克兰的某安尼，对。拄仔要讲啥哈？我知影我想要讲啥，我拄仔要讲，系啊，伊拄则甲咱讲11月2日有一个讲座，咱搁要有网友骂啊，想慢才讲出来啊啦，因那要报名袂赴啊。袂啦，搁足空的啦，我会为恁，甲遐要挂出去，恁较紧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你是听 Podcast 要来，我咧讲伊会甲即个名额甲你当出来啦。记者的名，水你甲伊抢出来讲，迄吴小姐叫我来的。啊，去用牌甲无关系啊。对啦，过来有一个工商服务真重要，阮记者伊足有心的，小有心的哦，家己开钱要准备一个礼物要送互大家。对，到底是啥物礼物？这个礼物价值3000块。啊，到底是啥物礼物？到底要安怎会当摕到？听朋友我咧讲，阮就甲你放伫文章，节目内底无爱甲恁讲。家己去看啊，白变讲啊，家己去看哈。对，面册普文，即个有啦。其实恁 Podcast 点开下骹内底介绍嘛有啦，但是因为老话所在，毋是伫咱这 Podcast 下骹嘛，毋是伫咱面册普文，是伫另外一个所在啦吼。啊，听众朋友，你若真正想要即个礼物，我咧讲即个礼物真赞，小赞的哦，芳对，光会当烧，水，会当烧是啥物优点？你甲我讲，会当烧啊，袂烧起来呢？芳安尼，烧落会芳。看咧嘛会爽，摸起来个水安尼，这听起来怪怪。无要紧，回嚟就是这个记者足有心的，伊提供这个礼物互大家。对，我嘛足想要爱，我嘛要去老话甲恁抢。有4种口味哦，有4种口味。好，紧的上重要，过来是恁青春咱的网是定时播出，大礼拜六暗时7点半。暗时7点半，啊，敢有电报？有呢，有电报，应该是隔日的下早7点。哎哟！另外就是讲，除了伫公司台语台14台放送以外，伫咧公司的13台，逐礼拜拜日下晡4点半，对，下晡4点半嘛会当看到青春咱的嘛。你确定呢？我确定啦。有啦，阮咧电报的时间嘛，有甲你写伫纸面顶，啊，你拢无你看。歹势，安尼我敢会当 NG 定来。我要甲加对，过当7点啊，个透早10点半落会当看到青春咱的网的电报吼，而且应该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啦，对，无爱互阮管的 YouTube 频道啦，应该伫处理。对，歹势，我另外就是讲，就是大家若有想要听的题材啊，还是较推的题材嘛，会当互阮遮记者，阮就会当去了解去采访，播出就是下元啦，看啥物题材，对，啊是要安怎甲你联络？你会当写伫阮的 FB 啊。你讲 FB 私信就会使。对啊，私信，毋是我个人，然后歹势是青春咱的网嘛。阮是袂放你个人的面册去哩啦，你莫定想要拍广告哦，想要拍广告叫我掠着哈。好，今日真欢喜邀请到咱天武，天武，家庭武，有够是嘞啦，不要紧啦，我等下即个会夹了啦。
这包食掉啦，够凉的哦。对，今日真欢喜邀请到你来讲一寡就是记者本身较无人知的代志，互大家听。希望讲后盖若是有新的专题，是讲恁节目有啥物新的突破的时阵，会当过来上节目。对，差不多会当收尾啊。好，时间到啊，紧甲赶走无。我看人想讲，咱这笑甲安尼平平扁扁，不知创啥货。好啊，收尾。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车掌门来请问，多谢大家努力。青春的嘞吧？刚刚有其他的青春，有青春无？好，做那些哈好，这做暖啊！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车掌门，不是你啦！讲啥啦？你是来车门个无？你在讲过啊？我听。啊，有慢的。这个加落啊！你是要手头咯？是要手头咯？是要做生意哦？隔壁做甲这做来呢？就是该。